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初3的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首先来看到，由国际遥控机协会举办的无动力滑翔机国际公开赛，10月初2到初4伫屏东的垦丁龙盘公园举行。不过，昨活动头一天，发生美国队滑翔机失控对天顶落落来，结果弄到一位抱着2岁后生当咧散步的负责人，这负责人当场死亡。查甫囡仔颔棍和飞轮机的脆片挂着伤，送医治疗无性命危险。恒春警方局表示，专案依照过失致死以及伤害案侦办。有关在龙盘公园无动力滑翔机遥控比赛，美籍男子操作不慎致死被害人林姓女子死亡案件，本分局目前已将该协会理事长及美籍男子带回侦讯，相关人员侦讯后将会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下面，全案以过失致死侦办中。事故地点甲比赛地点距离超过至少200公尺。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肇事的美国队选手确定超过规定的飞行范围。这是协会第4届举办国际赛意外发生了后，分管处已经要求今日甲明仔2天的比赛拢停办，而且表示，如果主办单位未来无法度确保比赛安全，分管处将无要搁再照场地予因。继续来关心香港的新闻。香港伫昨举行选举和平集会，但是因为爆发激烈的警民冲突，演变成示威活动，连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嘛予人放火。最后，香港警察总共拘留超过200人，统计到今日透早1点，至少有25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伫初三透早点外，香港旺角依然继续有示威民众聚集，因伫路下囤物件放火，也让会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仔。因过暂时无看到警方出面动。时间等到2号日时，本来要举行的维多利亚公园集会被警方发反对通知书，因过民众是愈来愈多。照选举条例，每一位候选人的集会若无超过50人，就无需要申请无反对通知书。有超过100位的民主派区议会候选人做伙，讲因是合法举行集会，因果依然互警方包围射催泪弹，最后有3位候选人被抓。警民的冲突自日时到暗时，催泪案警方继续清场，几落遍射催泪弹，规头变做战场。其中以湾仔区的冲突上激烈，除了中国官媒新华社香港分社被人放火，大门玻璃被攻破，大厅也互烟熏甲乌去。另外，还有一位急救员被催泪弹射到，脚趾边有大范围烧伤，人佫昏去。8日的香港无平静，包括欧美南非总共17个国家、46个城市拢有声援香港的活动，民众大水淹游行，用行动挺香港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日报纸有报道什么大代志？首先是《苹果日报》，最近真侪位美国议员拢对中国底片社交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文书政策以及内容的台选感觉真烦恼，质疑抖音可能听中国的命令，抬掉敏感的内容。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针对抖音公司2年前收购美国企业案展开国家安全审查。自由时报，台北市工务局水利工程处伫双连捷运站附近进行地下道抢修维修工程，意外挖到一条高准道。根据当地居民表示，这条高准道尚无有100年的历史，因为有绑架危机，所以目前水利处先灌浆围起来，安排文资委员会勘了后，搁再来决定后续的处理方式。联合报根据国建署统计，这20年以来，寻求人工生囝的人数，对每年7000人增加到37000多人，增加的数量达到5.3倍，其中有超过70%是35岁以上的民众。来看车祸意外，车祸中道伫中华国道1号
中华溪州段北上223公里的所在发生5台车拢做伙意外，造成6个人轻重伤，其中一位28岁女子当场无性命现象。事故现场路惨惨，轿车弄甲规个变形，救援人员赶紧用破坏机躯，才将车身震开。掉伫车底的细皮护理师被救出来了后，赶紧送医。因为细皮护理师受伤严重，第一时间救出，已经无生命现象。其他也有5个人也受伤，包括一名只有8个月大的查某婴仔，有生命危险，也在求救。他目前的血压是80/36，心跳138，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有生命危险，进一步送到小儿交病房进一步急救。代志发生伫2号接近中道国道1号就北223公里的所在，中华溪州路段发生连环对撞的意外，造成6个人轻重伤，其中1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4个人轻伤。其中细皮护理师甲伊8个月大的查某囝就北要去啉喜酒，拄到意外。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无保持安全距离所致死的。前方的车子就是发现说前方车多有定点的现象，他们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就遭后方的车辆撞上来之后，后面2部车就是撞上来。警方初步了解，当时车流量大，技术因为安全距离无够，也毋过确实原因要爱进一步调查。这件事件也造成大塞车，过了中道才渐渐疏解。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视察苏花改人水泵坑工程，然后宣布明年正月初5苏花改全线通车。另外，无踏入的3段路段，交通部将投入360亿提出苏花安新工程计划。对此，花莲居民支持甲反对的声音拢有，不过环团认为新工程恐惊会破坏环境。选前阁释放第2刀，总统蔡英文1号视察苏花公路改善工程，阁叫做苏花改，随后宣布明年1月5号全线通车。另外，无落入苏花改的困难路段，交通部将另外提出苏花公路安全提升计划，阁叫做苏花安，总预算360亿，有计203亿元工。我们初步已经完成，现在这个案已经送到行政院了。那这一个案叫做苏花公路安全改善计划。交通部表示，苏花改是2011年动工全长38.8公里，分3段施工，包括苏澳到东澳、南澳到和平、河中到大清水，总经费528亿。中方3段困难的路段是考虑串联起来，成为苏花安工程。一票难求是常年我们东部人的最大的梦魇。那苏花改，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让我们这些游子能够顺利的返家。这次的改善呢，还增加了整个这个苏花公路的这个使用的这个交通的负担。那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啊。不过，环团质疑苏花案根本是苏花高的合票案。开路开得越大越快，废弃物就会到那边了。所以这样子的方案等于是以前的苏花高的那个换个名称而已。交通部强调，新路线环境冲击细，工程做加价可行性悬，甲苏花高完全无同。目前这项新工程已经提上行政院，国道5号连接苏花改路段，也交付高工局启动可行性研究。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东北风增强，水汽增加，北台湾的云量多，天气无稳定，继续带观众来看上新的温度。今日北部、东北部要注意有局部的落雨，大台北地区甲华东地区云量多，嘛会有30%雨，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宜兰落雨的几率较大。拜三开始，东北风减弱，水汽减少，天气稳定。不过，西半部透早会有辐射冷却，部分空块地区可能出现18度的低温。拜四第2波的东北风影响，另方面的北部、东半部阁会开始落雨。另外，今日透早伫关岛东风海面形成今年第23号风台卡龙，对台湾无影响。继续来看桃园阳明高中第3举办校庆，不过有上百的师生穿乌衫、有布条，要求要换校长，指控现任校长苏庆伟也遴选有争议，更加伫校内进行威权统治。桃园教育局表示，会伫11月12召开校长升级考核小组审议。
上百名学生穿乌衫腰布条画反送，桃园阳明高中校庆活动。今早要求撤换校长宋庆伟的抗议场面，不满伊进行威权统治，也有好亲像毛泽东所用经费，就连老师也看不落去。身为阳明的老师，我们要捍卫阳明学生受教权，不要威权暴力侵犯校园。撤换不是任校长。苏生提出4点指控，有宋庆伟去年1月份做福丰高中校长，任期不满就退休。所伫同年8月复出参加高中校长遴选，引起质疑，加上就媒体发文攻击校内老师等。不过阳明高中家长也提出家己做的支持校长尊敬师长的纸条来支持。桃园市教师会也提起要求，希望桃园市政府要正面积极的处理这件事情。他是有资格参加遴选的，对，所以是领导风格引发的纠纷哦。对，还有跟老师之间可能有一些案子的处理上，大概沟通。教育局表示已经介入了解，特指会开校长升级考核小组审议。宋庆伟回应，这摆抗议活动应展现阳明高中历年以来重视多元声音，校方会做更加好改进和调整，早期会甲学生、老师、家长建立更加好共识。遴选资格部分强调有经过审查合格通过，绝对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选举的新闻，总统蔡英文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昨2个人做伙去台南替林俊宪徛台，这嘛是伫党内初选了后，2个人头一届共台，嘛拢强调团结才会胜选。手牵手斗阵为林俊宪徛台，蔡总统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初选过后第一摆共台，展现团结气氛。蔡英文总统一定要当选连任，但是国会过半非常要紧。国会得过半，台南市落实是基础啦。赖清德爱台南乡亲继续支持林俊宪，现场加油声不断。蔡总统也伫台顶一直学罗林俊宪，有化解双方心结的意味，佮感谢赖清德斗3共辅选。尤其是行政院长在第一线，搁较艰苦，搁较辛苦。所以，咱3位行政院长内底有一个今日徛在遮啦吼，大家来拍花，谢谢就好哦。2人共台为第10招，好亲像是蔡老配起手式。不过蔡总统也是重申，会伫适当时机推出上好的组合，也亏赖清德回答问题功力有进步。必须就这样感觉很好啊。我们民进党很团结哦。那我们也对外说了，我们内部也是如此的共识。那我们会在最适当的机会提出最佳的组合。院长觉得蔡赖配，这是总统的记者会。你这样子功力不错。蔡总统发出总统胜选国会过半，另外对手韩国瑜批评民进党控制高校媒体，蔡总统口说确实有能力操作媒体，韩国瑜去年就被当选了，伊唔通民调不利就口说民调，也唔通因为民进党团结就口说民进党。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拼选举，昨上午去台南替立委参选人洪秀条徛台，下晡随去台北凯道参加国会政党联名的周年党庆，跟5角苗天上书共台。韩国瑜希望大家会当全力支持伊当选，苗天上书嘛公开呼吁党员支持韩国瑜。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出来，大家拢真欢迎。国会政党联名创党周年庆，虽然政党无同，韩国瑜依然来祝福，也批评民进党贪污腐败、派系分赃犯错，也佮硬拗，这伫选举是抹黑。断了7个绑脚，花大把的钱弄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内部纷纷扰扰，经济萧条衰退。争取认同好亲像也收到效果。国会党主席5角苗天当场祝贺韩国瑜当选总统，展现逆天决心。
除了活动派支持，韩国瑜也阁希望争取国民党伫台南立委席次，再去到台南替立委参选人洪秀跳徛台，展现团结气势。主席吴敦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拢到场。希望台南乡亲这一次能够把脑袋打开来，完全擦亮眼睛觉醒。这一次能够全力支持我们提名的6位立法委员候选人，让台南可以完完全全的大翻转。韩国瑜发出爱互民进党落台，改变长年来台南经济无好的状况，也强调家己甲过去的参选人无同，因为伊为南部出发，听基层的声音。竞选总部主委沈文龙来接，韩国瑜将问题偏好朱立伦。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胜选啊，那该负的责任我不会推脱。由朱立伦出任竞选办公室主委，高端乐观其成，暗过强调还是要看对方议员。虽然现场吴志涵连续教诲，暗过高端提早离开3人无共台。记者综合报道。网络时代来临，愈来愈侪人选择用特别的方式拼点阅率，但是有时阵可能拼过头。最近艺人李兴文的后生伫镜头前做出离谱的行为，引发争议。学者嘛建议，网络名称应该爱用企业的想法来经营，才有法度久长。为着受到大家注意，艺人李兴文的后生李玉穗在镜头前做出互人害头的行为，由这个眼球经济甲网红时代来临，愈来愈侪人选择用极端方式拼点阅率。精神科医师讲，网红产业较吸引情绪化特质，亲像有自恋型人格人来导入，享受互更加侪人注意的感觉。很多人有一些自恋型的人格，甚至很多人有一些边缘或反社会炫耀型的人格。原本有这个倾向，人看了哇，这怎么有这么好康的？不妨我也去。一旦离开这个舞台，一旦有失落感，最常出现就是虚发的忧郁。医师认为，自恋人格人较会互相来比较，为了受到别人注意，有真侪花招。烦恼讲手法愈来愈极端，有学者分析，网红往往有艺人的迷思，认为抢流量就算是负面新闻也无所谓。不过，若是要长久来经营做真久的网红，必须用企业的思考来经营家己的形象。透过这种哗众取宠，透过一种挑战社会道德尺度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是短多长空的。如果今天要可长可久的话，你一定要去强化自己本身的品牌形象。学者建议，网红找出家己伫网络世界定位，而不是干那冲这个流量、插底线。若有受行为触犯社会道德，必须用企业风险管控的方式进行危机处理。意思是呼吁对教育甲道德规范来入手，改善网红为了求着点阅率做出极端的行为，甚至是引发纷争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创意爱国歌曲竞赛伫昨下晡举行决赛，去年冠军曾经高职连续2年夺冠军。歌声配合整齐舞蹈，去年冠军队伍增进高职展现自信甲霸气，目标卫冕冠军。国防部主办第4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创意爱国歌曲竞赛，由北中南北京高中职伫台北要拼冠军。证明给所有的人看到，我们大家壮进高职是可以的。对 ，OK 了，我们要勇夺冠军，好不好？我们的王光南让世界另眼相看。这摆参加比赛的北京学校，拢依然有军训教官驻校。不过，为2017年起，高中大学教官开始欠人无要补。按算伫2013年8月7日进前，教官会全面退出校园。教官很温暖，教官很帮助我们。对，学校教官都会就是安慰一些，比如说特殊生。对，还是要有教官存在，对啊，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是教官虽然很严厉，但是他还是能管制那些比较坏的学生，或是对维持一些秩序。将来教官退出校园，全民国防教育会改由老师上课。教育部按算3年来培育600名全民国防老师来应付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南美洲智利的反政府抗争，就算政府宣布取消2大国际峰会，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抗争嘛是无平息。昨月7日有数万位民众伫首都圣地亚哥再次甲警察发生冲突，尤其这2礼拜以来的反政府示威，嘛影响智利的经济甲观光产业。
警方警察的酒炮车伫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意大利广场，向着数百名反政府示威民众四回扫射，同时也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驱离。民众多数之外，也弹石头甲查埔反击，规个广场像战场。智利因为调整地铁票价，引起反政府示威已经进入第2礼拜。这个期间有20人不幸死亡，7000人被逮捕。1号迄天，大批穿着黑色电话衫的妇女举quyền双手，选择无权抗议，替罹难者进行哀悼。游行队伍停伫警察总部外，不少人流落目屎。Por los muertos, por los asesinados, por la gente que salió a manifestarse y no volvió a sus casas. Por todas aquellas personas que fueron asesinadas en esta situación y por los detenidos desaparecidos del gobierno militar también. 这波反政府示威伫总统皮内拉宣布一连串的经济改革，甚至取消 APEC 甲联合国 COP25 的气候峰会了后，犹原无法度让民众怒火平息。2大峰会取消，有计将减少4至5万人来遮，加上抗争的暴力手段征军，也惊走袂少游客。无论是对饭店还是卖纪念品的小贩啊，拢已经造成严重的冲击。El turismo es una industria muy sensible y ya se han caído aproximadamente el 50% de las reservas estas últimas 2 semanas. El perjuicio económico nosotros es bastante severo. Creo que nos bajó un porcentaje de venta alrededor de un 80% en algunos casos. 估计智利这波反政府抗争到今嘛已经造成14亿美金，大约424亿台票的经济损失。圣地亚哥市的地铁也损失超过120亿台票。伫局势恢复稳定进程，损失也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印度首都新德里因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初一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空气污染的数字嘛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20倍。当局赶紧分5摆喙安，呼吁民众尽量莫出门。在日头一天，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天顶看起来是拢雾雾，行伫路的人差不多拢戴着喙安，也不过就算戴着喙安，这边人伫外口依然会感觉真无爽快。आँखों में मिर्ची लगती है, गले में जलन पड़ती है, और क्या नाम बहुत तकलीफ होती, चलने में सांस लेने में दिक्कत होती है。根据统计，新德里1号空气中的 PM2.5的数字一度飙升到每立方公尺533微克，是世卫组织 WHO 建议的24小时平均袂使比25微克较悬的20倍。印度的首席部长克里瓦尔讲，新德里已经变做一座大型毒气室，当局赶紧向市区内底爸母甲囡仔来发放500万的税安，同时也宣布新德里甲邻近2个省进入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公立学校停课到5呼，也呼吁民众尽量莫出外。Because it's like a lot of polluted, right? We have a lot of pollution in our city now, which is a very bad sign. 1号一天，德国总理梅克尔拄好到印度展开3天访问，拄到严重空气污染。梅克尔也7号在空气污染中接受欢迎仪式。而下晡，伊甲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甘地博物馆，也无带税安。另外，印度对孟加拉的棒球赛3号严重举行。2017年的比赛也拄到严重的空气污染，甚至造成球员伫球场伫吐。也不过今年球员讲袂烦恼。We are used to these conditions. I think we have played under the conditions, so nothing special is being taken care of. 印度每年11到12月严重空气污染，主要是因为农民甲采收了后的产地放火烧所造成的。同时，传统的拜灯节也放真侪炮啊，也是主要原因。另外，包括工厂甲车辆排放的废气，拢是空气污染的原因。不过，印度当局一直想无步通解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开始，东北风增强，水汽增加，天气无稳定，尤其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地区的宜兰的雨几率较大。继续做回来看各地区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
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第1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晴，咱再会。